将军这是要反吗？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我这身体每一块都是谁替我拼凑的？你对我可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吗？战神，不该叫我罗侯祭都吗？你与南天圣尊密谋，借他南天仙族琉璃盏，就是为了封住我的心魂。现在，我要与你讨说法。我问你，我的心魂现在在何处？做天界战神不好吗？好。这么多年，我浑浑噩噩，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从何而来。我没有名字，因为你根本不敢提及；我没有家人和朋友，因为你生怕我找到一丝一毫自己的来处。我麾下也从没有一兵一卒。你虽然要仰仗我的能力，却又忌惮我，生怕我想起一切的事情，领兵造反。原来我之所以那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因为我根本不是我。难怪我每次杀修罗的时候都难受不已，因为我们本就是一族，而你百灵帝君让我杀尽了他们。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这样笃定我会永远任你们摆布吗？你欺我瞒我，骗我做这战神将军，亏我一直这么信任你，你怎么敢和整个天界这般利用我？战神，你忤逆犯上，谋逆作乱，罪不可恕。我有什么错？错的是你们，叫天帝来见我，不然我就焚尽天界。就算将军有万夫不当之勇，也没有擅闯神殿、呼喝帝君的道理。这天界，我守的，也杀的。放肆！拿下！百灵，今日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百灵，你等着，我一定会拿回来。战神，够了！别再叫我战神，我不会放过你，我一定会杀了你，杀光你们这些鼠辈，为自己报仇雪恨。战神将军犯上作乱，谋逆叛军，立刻押赴落仙台。于司凤，你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原本还想维护的天界，他们如今依旧是那么卑鄙无耻，嘴上说着一套，背地里又做着一套，满口谎言。天地为炉锡，万物为铜。既然如此，那大家便都扔到这炉里重新造一造吧。今日，我定要将天界杀个精光，让这三界秩序重新来过。就凭你们，也能守得住这生死海？司凤，你就在这结界里面看我怎么杀他。不要！
四海已退，各族听令，随我一同杀入天界！你们看，那儿便是天帝的府邸。你不能毁掉鸿蒙如炉，我也不能再允许你带臭小娘做这样的错事。你可知你是楚玄机的灵兽，便同样也要听命于我，否则必将受到反噬。老子只认臭小娘一个气主，你不是，快把她放出来！哼，看在你曾是楚玄机灵兽的份上，我不杀你。可这不代表你有资格跟我说话。滚开！罗侯兄，你来了。记得你我曾经约定，要一起日日把酒言欢。没想到，一晃，却是已过千年。今日我们重聚于此，不妨坐下一叙，也算是行了我们当年的约定。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百灵？罗侯兄，你连与我叙叙旧也都不肯了吗？1000年前的一杯酒害我被抽筋剥骨，如果是你，还会再喝这样的茶吗？你多虑了，基督兄，我一直念着你，才会念兹在兹前来规劝。看在你我从天界再到人间的情分上，收手吧。哼，百灵啊百灵，你是谎话说的太多，把自己都蒙骗了吧？你低头看过你的手吗？那上面是楚玄机的血，战神的血。我苦心度你1000年，却依旧息不了你心中杀意。看来修罗一族的嗜血本性果然改无可改。罢了，你看这是什么？
起杀意，悔过自新。今日我就让他们亲口来问问你，你铸下的恶果何时自噬？ 接下来到你了，罗侯嫉妒。就算你毁了天罡镜又如何？此处是天道法则最强的中天殿，你在这里连我本尊都找不到，还想放肆？我知道你自恃天道法则保护，以为我伤不到你。可惜天道法则也是鸿蒙初开时定下来的，只要我打翻鸿蒙熔炉，重塑规矩，你也就无所遁形了。 大言不惭！鸿蒙熔炉乃三界之根本，岂是你说找就找得到的？是吗？你好像忘了，我曾经是天界战神。我刚好知道让他如何出现。 住手！快住手！擅闯昆仑山，居然跑到西王母的后花园来。若打扰了天帝帝尊休息，看不降你们几百年的天罚。这位天官大人，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是有事要禀报天帝。还敢聒噪，把他们打下人间去！是，打下人间？我们可是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才上来的。愣着干什么？统统拿下！我说你这个臭老头不讲道理是吧？那我就跟你奉陪到底。我们是来求天帝的，不能蛮干。可是，难道就这样被送回人间去吗？既然他说了，不能吵到天帝，
那我们就……哦，天帝，天帝，找你了！天帝，闭嘴！抓住他们！快！你救救我们！快点，把他们统统拿下！求见天帝！星君，放他们来见我吧。帝尊，可是他们……启禀天帝，他们到了。来了2个凡人，2只金翅鸟，还有1只猴妖。你们所谓何来？天帝，我们都是楚玄机的亲人和朋友，千里迢迢来到昆仑，是求天帝帮忙的。楚玄机。哦，那个战神转世的丫头呀，我记得她战神之力已经觉醒，人间已是无敌。你们还需要我帮她什么呢？琉璃斩已经开启，玄机已经变成了魔煞星罗侯祭都，马上率妖魔攻上天庭了。他现在要重塑三界，请求您一定要救救三界，救救玄机啊！果然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该来的还是来了。天帝，您怎么还在下棋啊？因为这棋局我还没解开呀。天帝啊，这三界马上都要没了，您不关心啊？我曾规劝过百炼，可他执意行事，才造成了今日局面。这也说明三界众生有此一劫。你们心系苍生，这是善举。只是天道法则化我为天帝，我便当遵从天道。若无机缘，是不可强行插手三界命数。你们回去吧。什么是机缘？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见你，就是机缘。人间仙门正拼死抵御天火，救助百姓，这也是机缘。雨司凤为了玄机降在人间，这更是机缘。我想您一定知道他在天界的名字，西玄。此刻的他在为三界拼命，我们在为三界拼命，所有人都在拼命。您就这样不管不顾，拿什么机缘当借口吗？西玄，他还是一样的执着呀。丫头，你说的都对，但这是他们的机缘，而不是我的。缘法无定，但凭一心。我此刻执黑子，解残局。这是我当前的机缘，如果我能够获局获胜，这就是我的机缘到。可你们看，现在黑子少，白子多，这说明我的机缘还远着呢。好，既然一定要让黑子取胜才肯帮我们，那我来帮你破了这棋局。现在满盘都是黑子，赢了。大胆！你真是反了，居然敢弄误西王母的残局！来人，抓住这个忤逆的丫头！有趣啊，很是有趣啊。此局本是无解残局，现在却被乌墨将白子染黑。要说胜，这不合规矩；可要说败呢，现在满盘皆是黑子。也许是我陷入局中而不自知，而你这丫头跳出局外，这才是大道正解。好啊，我就陪你们走上一趟。多谢天帝。
天帝，天帝，我呢？我怎么回去呀？大人，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跳出棋局，才是大道正解。走回去吧。雨丝凤，别再找死！罗河七度，鸿蒙熔炉如果被毁，一切都不复存在，你爱的和你恨的都会一起消失。你不能这么做。哼，我是魔煞星，不是楚玄机。那些爱恨我根本就不想要，一起消失了正好。雨丝凤，别以为我不会杀你。如果你真想杀我，那就杀吧。反正毁了鸿蒙熔炉，我也一样会死。与其那样不明不白的消失，还不如死在你手上。你没有留一半元神在魔域吗？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如果熔炉被毁，我的记忆随之消失，就算这具躯体能活下去，与死又有什么区别？宁可你把我杀了，也好过活成一个失去记忆的行尸走肉。我没有兴趣亲手杀你。既然你不留元神自保，那你就自生自灭吧。参见帝尊。百灵，你呀，西玄，天帝，你还在人间，我倒是该称呼你人间的名字。
雨丝凤。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了，你辛苦了。好久不见了，罗侯季都。我还道是什么人能够挡住我的君天策海，原来是天帝到了。此事事关三界，不应该是我一个人到，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参见天帝帝尊。玄机，我们把你的委屈都告诉天帝了，他会主持公道的，你不用再毁鸿蒙熔炉了。天帝，你摆这么大阵仗，就是想阻拦我吗？我并不是想要阻拦你，可是你和百灵的私怨事关三界众生，我身为天界之主，要解决此事。帝尊，这魔头终究魔性大发，难以遏制了。我已拼尽全力，可还是不能阻止他，请帝尊将他拿下。我早已说过，一切自有因果。你造战神，让修罗全族尽灭；你命天界人间残害妖魔；你开启诸天陨星大阵，献祭少阳；你放出生死海，祸害人间。这一桩桩事，哪一件不是惨绝人寰？这一条条生灵，哪一个又不是三界众生啊？可是到了现在，你却说罗侯季都魔性大发，依我看，魔性大发的应该是你才对。帝尊，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三界。你护的不是三界，而是你心中的狂念。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其实那日，从弱水之畔，白玉亭边，你就已经错了。不是的，你还不肯信吗？那好，我便让你看一看千年之前，如果你不在罗侯季都的酒中下毒，那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君不必担心，我这次来正是有个好消息。仙魔交战如此惨烈，哪有什么好消息啊？此事就是与这大战有关。前日我上奏吴王恩准天界与魔域休战，吴王已经是答应了。此事当真？千真万确。我与君饮罢了这一杯，我便去传令，修罗全军撤回魔域，从此三界将会一片安宁。怎么，君还不肯饮罢这一杯？好，来，请。百灵啊，你亲手毁去了早该有的和平，反让修罗族无人传令，以致战事再起。如果那个时候你就能收手的话，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可是你却偏偏要以己夺人，下界掌控战神渡劫之事。其实当日你若不下界，这劫早就已经渡完了。楚玄机，时世渡劫，心中已重生血肉，懂得世间奇来。今日重回天庭，求帝尊恩准。我与雨丝凤携手同行，共护三界苍生。是我错了？难道真的是我错了？百灵，世间万事万物自有本心，你若不动，
他便不懂，可你却把恶埋在心中，摆布他人。殊不知，你心中这恶早已成了参天之树，遮天蔽日，斩之不绝呀！是我害了三界的人，是我，都是因为我。你总认为生了心魔的是战神，是罗侯嫉妒，其实真正有心魔的是你自己。世间万事万物原本都是空，无中生有，阴阳翻转，相生相克。天界本是空，修罗亦为空，既皆为空，又何来天界为尊，而人界、魔界、妖界为卑呢？你就是过于在乎天界安危，才以至于中了心魔，解不开罢了。求帝尊恩示，我该如何补救？求帝尊恩示。迟了，已然迟了。帝尊，这三界大祸因我而降，我自知罪孽深重，今日自当消去神格，散去神法，以慰苍生。帝君，您是天界之尊，散去神法会堕为散仙，您三思啊！帝君三思啊！帝君不可呀！请帝君三思。这1000年来，我就是因为思虑太重，才会走到如今这一步。你们莫要再说了。今日之后，诸位以我为鉴，好自为之。百灵，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帝尊，我意已决。散仙，你可否手下留情？哈哈哈哈哈！天帝啊天帝，你真是费心了。你做出这种苦肉计给我看，也就是为了让我回心转意吗？好啊，那我倒要问一问，他消了神格，就能让我修罗全族复生吗？废了神法，就能让我忘却这抽筋剥骨的痛苦吗？你把我的苦难想得太轻了。好，就算如你所愿，三界被屠杀殆尽，那之后呢？之后也是一场空啊！你前9世为人，戾气难消，这一世终于通达，而且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不比做一个嗜杀的凶器要好得多吗？你曾经问过我，
你既非神，也非修罗，还有何处可去？如今的人间，不就是你依恋的所在吗？难道你真的要抹杀人间的所有，将自己沉溺于怒火之中吗？沉溺在怒火之中又怎么样？那是我选的道，我便要证个明白。罗侯嫉妒也好，楚玄机也罢，在你们天界眼中不过是卑微的存在。可我的命纵然卑微，但也绝对不会任由你们玩弄。所以，只要天道法则不改，一个百灵被废，还有下一个百灵为非作歹。所以，唯有毁掉鸿蒙熔炉，你们的傲慢才会彻底消失。天帝，要么跟我打，要么让开。错因天界而起，我没资格阻拦。若你执意要毁熔炉，我也只能袖手旁观。只是当熔炉倾塌，因果消散，你所有的朋友和亲人也要一同归于混沌。你真的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玄阶，不要！这些人说来说去，还是试图把您变成楚玄机呀。其实，在他们心中，魔尊您怎么样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楚玄机怎么样。毕竟这些所谓的亲人和朋友、心爱之人，都是楚玄机的，不是您的。我们妖界大军已经把元神分出，留在魔域，到时候只等熔炉一倒，三界尽毁，这天地间就只剩我们妖魔存活了。不要因为这几个人的话，乱了咱们的万年大计。既然百灵都不在乎万物，那我为何要在乎人间情谊、好友亲朋？一念而生，一念而死罢了。天帝，鸿蒙熔炉毁定了。既然如此，请便吧。所有的朋友和亲人也要一同归于混沌。你真的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玄机。
局看不穿。不要！这是怎么回事？我刚刚拨动了黄粱之弦，让你预先看到毁掉3界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幻象，一切都是幻象。这不是幻想。若你执意毁掉鸿蒙熔炉，你看到的将是现实。我不能阻止你复仇，可事关3界众生，我只希望你做的决定不要后悔。罗河嫉妒，你说你是个无心之人，可你刚刚已经流下了眼泪。一个无心之人，怎么会流眼泪呢？你分明心中已经生出了血肉，试着去接受自己吧，不要被仇恨所蒙蔽。住口！我是不会相信你们所说的一切的。魔尊若是因为这几个人的花言巧语乱了心绪，那听完属下禀报之事，便不会再迟疑了。这个雨丝凤早就背叛了你，他之前说上天界与百灵帝君商谈，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想帮着天界动摇您的决心。只要您听他的话，不毁3界，那就说明他能控制你啊。这雨丝凤分明就是想做百灵帝君手上能够再次封您心魂的一尊新的琉璃盏。魔尊，您破了我的护身法术，您要杀我？元朗，你要换一个旁人诬陷我也就信了，可雨丝凤她时势力竭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你说她背叛我，你觉得我会信吗？魔尊，我错了，我错了。你背叛魔域，陷害无知，棋夺战神之力，件件桩桩都是诡计。若说百灵恶毒，那你就是阴损。要留这么一个阴损之人在我身边，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你自裁吧。魔尊，我为您奔走1000年，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您让我自裁？你奔走1000年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你自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主意。若是我真毁了3界，那接下来对付我的，应该就是你了吧？没想到我为了妖魔大计尽心竭力，最后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真是失算。看来魔尊信了这些人的鬼话，不打算毁了这鸿蒙熔炉了。既然如此，那您就在大日金焰中化为灰烬好了。我元朗要做这3界之主。不会让你毁了鸿蒙熔炉的，因为我要守护我与玄机的记忆。师父，那你就去死！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思风，你看玄机回来了。你是在担心吗？我不想你死。听到你这样说，就算死，我也没有遗憾了。其实，只是我是与白灵打了个赌，我赌你不是嗜杀的魔头，因为你的心生出了血肉，这颗心是舍不得毁掉三界的，因为他是我一点不热的。思风，思风，思风，我会救你，我会救你的。思风，思风，思风。思风，没用的，我的心已经被刺破了。不过也好，我的心能换回你的心，很值得。替我好好看。玄机，你能听得到我说的话吗？你要记得，这世事我过得都很开心。因为不管怎样，我都能遇见你。这样就很好。如果平庸而不得，决裂的是否会笑颜作风？你也是我的灵魂，最后没空就说爱难道不同？在青涩发丝会有我不得不懂，我们的心魔都有多么相似，在最后的结局。怎么？师父！师父！不可。玄机。思风，思风，思风，我是玄机，我回来了，思风，思风。元老，你杀了我母亲，杀了思风，今日我要你死！我要做三界主宰，没有人能阻我，没有人能阻我，没有人能阻我。
是你最后的决定。这是我跟司凤最后的。司凤，你看，3件我没有弄掉。你不是说要我守住我们的记忆吗？我做到了。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嘛。百灵，当日西玄与你打赌，赌罗侯祭都不是毁天灭地的大魔头。今日你觉得如何？帝尊，是我输了，我妄念太深，毁了3界。害了苍生，毁了罗侯祭都，也害了我自己。我罪无可恕。帝君，这千年的恩怨，皆因我一人而起。我实在没有面目苟活下去。楚玄机，请赐我一死，让我解脱吧。我不会为了一己之死，随意摆布旁人行。即便这个人像你这般十恶不赦。司凤曾说：“以仇报仇，无有穷尽。”这一世，我心中已经有了更重要的东西。从前的仇恨已经没有位置了。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罗侯祭都，罗侯兄，楚玄机，你这一生比我幸运，你遇到了你在乎的人，他们都愿意为你牺牲，你要珍惜。真希望能够再活一次。
百灵，你可还记得弱水之滨吗？弱水之滨，白玉亭中，我与你饮酒长醉，那些日子，我永远记得。是啊，我也永远记得。千年之前，你我最后一次饮酒，你敬我那杯我饮了，可我敬你的那杯，你却一直没饮。今日，君就补上那杯酒吧。好，罗侯兄，这酒我喝。帝君，帝君！帝君，这场酒局终究还是结束了。帝君，帝君，帝君！都不要过来，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罗侯嫉妒愤恨难消，不肯原谅我。其实我又何尝能原谅我自己呢？我不过是为自己和诸多受害之人，向你讨个公道而已。你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我这万年修来的只是虚妄，如今这样，不正是死得其所吗？帝君，诸位莫要学我一样，执着于恩怨算计，最后铸成大错。帝尊，百灵自知不配为仙，今日再入渡恶道，重新修炼，若万年之后仍有机缘，百灵愿继续在帝尊座下，听帝尊教诲。百灵，天意如此，早日悔过，早悟大道吧。帝君，帝君！众仙听令，今日百灵之死，乃是他痛改前非、以死谢罪的功德。天界愧对魔域在先，尔等不可再造杀孽，与妖魔寻仇。从今日起，三界不分尊卑，和睦相处。如有违令者，定不轻饶。谨遵天意之旨。爹爹，司凤为救三界而死的，他没有做错，所有错的都是我。我求求你，你救救他吧！只要他可以复生，我愿以命抵命。西玄是我的儿子，我当然希望他不要有事。可是生死之事由天不由我，现在纵使我想救他，我也无能为力。不过什么？不过现在不用我出手了，已经有人救他了。这是什么？这是罗侯祭毒的心。刚才，当罗侯祭毒拂过西玄胸口的时候，他已经把半颗琉璃心种在里面了。
此心已生出血肉，可以护他不死。可若说这颗心能否重新跳动，让他醒来，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多谢天地之意，司凤一定会醒过来的，一定会醒过来的，一定会醒过来。还请天帝告诉我女儿现在身在何处。到天野都是我的错，与她无关，求天帝开恩啊！你到天眼是为了女儿，是舐犊情深；你为了三界还到昆仑寻我，功过相抵。你还是回庆阳去吧。你和玉儿还有父女之缘未了，她正在家中等你呢。好，好，我现在就回去。多谢天帝。天帝，那紫狐呢？我带他们去了昆仑山，功过相抵。你这是紫狐啊！紫狐为你而死，替你顶了1000年前的罪业，因果循环，他只能重新度恶。那他在哪儿啊？他为你饱受了1000年相思之苦，你又何必再去找他？再有半日，他就要喝下忘川水，再世历劫不记得你了。这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呀？小狐狸在忘川。情深缘浅，何苦来哉啊！玄七，我们回家吧。唐舍，我知道你对百灵帝君情深意重，你想要在天界留多久都可以。我之前下的口谕永远作数。如果你想要离开我千里万里，无论千年万年，只要你什么时候肯回来，随时欢迎。你多多保重。苏凤，我们这就回家。吴之奇，他是天底下最洒脱、最自由自在的人。小狐狸，为了救我，辛苦你了。只要能救出吴之奇，做什么我都愿意。不要再抛下我。小狐狸，吴之奇，小狐狸，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川，
老头，去哪了？这么久不在，我都快饿死了。快给我做饭。好，爹现在就回家给你做饭。好了，都这么大人了，哭成这样多难看呀！对了，我还要吃油饼，快给我买油饼。好，爹这辈子都愿意给你买油饼吃。走。臭老头，我跟你说，前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呢，就在前面，走走走。师父，我们回家了。可是，你还有多久才能醒过来？没关系，不管多久，我都会一直等你。师父，你知不知道，玲珑和六师兄竟然因为小宝宝以后长得像谁在吵架？六师兄说玲珑个子太矮，玲珑说六师兄脑子太笨了。我刚才去的时候，六师兄被玲珑追着满山打，你说好笑不好笑？还有，你看这个，这个是你最爱吃的庆阳莲蓬。师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鹊桥下许过愿，说要永远在一起。思风。你以前练剑的时候，一定很辛苦吧？你都睡了这么久了，手上的茧还是没有退掉。哎，柳大哥今天给我传信了，他说玉儿啊，可没有你听话，天天和他这个爹斗智斗勇的。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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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机，玄机，思风。 我好想你，我真的好想你。玄机，别哭了。我没有哭，我是开心的，是眼泪自己往下掉。傻瓜，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思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傻瓜，你在这里，我怎么舍得不回来呢？走，去哪里啊？去找爹爹提亲。爹爹。哦，司凤，你出让门，晚辈已大好。啊，那就好。司凤啊，以前都是我糊涂，让你受尽了诸多的磨难。我这次，晚辈如今一切都好。请爹爹允许我和司凤成婚。好，好啊。玄机，连龙，你们先进去。你这大喜的日子，不好好在房间等司凤，怎么出来溜达？眼红姑姑早就把我打扮好了，我待在房间也太无聊了。再说了，我们仙门也不拘小节啊，所以我就想来看看宾客。还是这么没规矩，快回去待着，我好好把会场再布置布置啊。玄机，山下有个小孩，说是有人托他给你送份贺礼，也没有说是谁送的。是鲛人泪珠，是廷奴送来的。可是他怎么不自己送过来，还要托人送过来啊？来了来了，玄机，你就好好等着司凤来娶亲吧。快走吧。新郎到。恭喜啊！恭喜领袖！恭喜！岳父大人，我与司凤今日特意来迎娶楚玄机，还请岳父大人恩准。好孩子，好孩子，你们以后要好好的啊！请岳父大人放心。
玄阶是司凤，天上地下，人间时时修来的缘分，司凤便会冲他爱的生生世世。好。于少侠，今天我把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玄机，我来娶你了。我等你很久。夫妻行礼，拜别父亲。杏花。你看着我干嘛？不是应该把蜡烛先吹灭吗？盼了这么久的好日子，我才舍不得吹蜡烛。今夜，这东方的灯都得亮着。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更衣了。这些事，我本就会帮你。如此良辰美景，你怎么带了？我记得我娘以前跟我说过，世上有这样一个人，你会甘心为他付出所有，毫不吝啬。我真幸运，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这份信，你我是一般的。你刚刚说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掉，可不要反悔。不会后悔。一生一世，世生，世世。东方叔叔要来，百花青露酒多准备一点，去吧。是师姐。啊，离色宫的人要来，怎么能上烤鹌鹑？下去。是，玲珑师姐。爹爹大寿，这洗莲怎么能歪？放开，放开，让我来。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大着个肚子挂什么洗莲呀？万一这动了胎气，那该怎么办？你赶紧歇会儿吧。我说小六子，我怀的是孩子，又不是藏了包雷火弹，我还能爆炸怎么着啊？哎，不是你说你总生什么气呀？这都说这气大伤身，你看你走这么粗声大嗓的，万一要是在我下了玄机，该怎么办呀？啊！我说你们两个大活宝，早上能不能让我清静点啊？好啊，那个小六子，还学会口是心非了是不是？我看有你这样的爹爹，孩子长大了也不会学好的。玄机，总算走。哎呦！楚玄机，谁让你喝酒了啊？哎，他们都不是爹爹的对手。你少喝点吧，差不多就行了啊。没关系，爹高兴，今儿一定要多喝。来，干！爹，今天开心。东方岛主要尽兴啊！楚兄喝多了，快把那个解酒药给我。又要啊？哎呀，我不胜酒力啊，快点给我喝不就完了吗？今天能不喝吗？赶紧的。哎，楚兄，东方兄，这回被我抓了个正着，不胜酒力啊！上次你就是用这个解酒药耍赖皮，我喝不了了。这次一定要罚你。哎，你不用多了，我给你吧啊！哎，手刀，我给你。别，张嘴，哎，好，哎，我陪你一起。玲珑，哎呀，
恭喜恭喜恭喜啊！大哥，你迟到了啊！天啊！呀，不都是因为玉儿这个丫头，一路上要吃要喝的，能不迟到吗？还不是你小气，每次买那么一点点，不够吃当然再买了。我今天广告，不着急走吧。哎，璇玑，来，哎，你也泡一会儿啊！来，哎，宝宝，开始啊，不哭不哭，乖乖乖。听说有好吃的，我当然要来了，叫咱们上菜吧。想吃好吃的，来，先帮我抱抱。哎，啊，不哭啊！要了，抱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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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说现在好孩子，玉儿啊，玉儿小的时候也总要屙尿嘛，不习惯还是不是？楚兄，真不能再喝了，这才打到摔着孩子。板上。1000年之前，你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存在，所以你走的每一步都不在天数之中，全靠你自己。成魔成仙还是成凡人，也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今日我想问你，成人的滋味如何呀？做人真好。